等等，見到呢個算唔算係香港版嘅？咁其實佢係香港版定係？5分鐘啊！我3分鐘我食得吓？咁嘅？哇！其實咁都幾好喎，唔使有糯米粉吓，咁樣嘅，這樣子會好吃啊！佢嗰塊炸嗰塊天婦羅就係咁樣細細塊整咗落去，食一啖先。哇！睇到啦，咁樣啦。係喎，即係有嗰塊炸天婦羅嘅味。咁好食喎！再焗多1分鐘先。